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持续恶化，尤其是先后有多达80位藏人用自焚的方式去抗议中共高压统治，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之际，印度援藏团体西藏运动核心小组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从本月16号至18号期间召集举办了第2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会议。200多名全球各地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聚集在印度达兰萨拉，就怎样加大援藏力度，以促使中共停止压迫藏人等进行讨论，并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7号莅临第2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大会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际行动，加入到西藏运动中来。I always consider our supporters are not pro-Tibetan, but rather pro-justice and pro-non-violence. So you, our supporters, actually stand firmly on principle of non-violence. 达赖喇嘛尊者强调说，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在支持西藏，也是在支持正义和非暴力理念。很不幸的是，世界上有不少抗争者都诉诸暴力途径，但结果是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境内采取自焚抗议方式的藏人们，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可以牺牲，所以若愿意，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伤害他人，但是他们没有。虽然他们的抗议方式对自己很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越过暴力的界限。达赖喇嘛呼吁说，不论你来自哪里，请大家都采取实际行动，让更多人加入到西藏运动中来，特别是中国的兄弟姐妹，因为西藏问题终归要在互相尊重和藏汉双赢的基础下来解决。Finally, you see, this problem had to solve between deep sor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respect between Han brothers, sisters, Tibetan brothers, sisters. So here, this is some Chinese brothers, sisters here. 大会闭幕仪式结束后，与会的各国华人代表在接受本台采访时，纷纷就大会针对西藏局势所通过的行动计划，怎样在中共封锁敏感信息的情况下，向大陆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真相，以及对习近平上任后的西藏局势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评论。在长期以来，中共洗脑使得很多人对于这个西藏的真实状况不了解。但是由于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存在，中国政府无论怎么封都封不住。现在很多信息已经到了中国去了。现在我看网上的很多反应已经和前几年不一样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对西藏的问题的了解更加真实，对西藏的同情越来越大，所以我这还是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一会儿最后有一个讲话，我里边将会提出一个就叫真相运动，就是一定要把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世界知道，让中国人知道，只有真相才能解决问题。在世界各地要把我们了解的西藏的历史、文化、现状以及西藏人的诉求是什么，要让更多人知道，尤其让华人知道。通过互联网，通过我们的演讲，通过我们的讲座，通过各种活动，在世界各地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具体的计划还要等我们回去以后，这个关注西藏自由事业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来这个制定更具体的一些计划。那么现在大陆的一些关心政治问题的人，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翻墙来了解海外的情况。那这是一点，通过这个网络的了解。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上要不断的出现，就是关于这个自焚真相的一些报道、一些新闻啊，那么或者一些评论。那么还有的一个方法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这个 NGO 组织相当的发达，就民间的 NGO 组织。那么通过这些，有些是不是政治那个非常强烈的一些 NGO 组织，通过他们这些组织释放这些那个信号，包括就是藏人自焚的真相啊。
就是习近平目前并不会改变对西藏政策，因为一般的中国民众如果对于真正的所谓的西藏的真相他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们会相信他们中国政府讲的甚至对于西藏的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会赞成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就是高压统治是正确的选择。那我觉得如果要改变这个状况的话，因为其实现在每年到中国经商的各国的经商的商人，其实经济贸易，包括台湾每年都有学生到中国去就学，中国也有学生到台湾来。那借由这些人的交流，我觉得才有办法真的让中国的民众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西藏。就是中共这种选择领导人，其实都是基本上可以严格的说，就是反人类罪的这些人才能当最高领导人，所以不能抱有任何期望。当年胡温新政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抱有希望，但是实际上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的这个挑选这个下一代领导人的方式，你们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你越镇压得狠，你越能够维持中共的这个专制政权，你越会得到提升。那么最后得到最后提升最高的一级的提升，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所以你不要抱有幻想。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整个这个关于西藏的，实际上是中共的整个利益团体都从西藏的这种镇压和占领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不会牺牲自己的这个专制政权中谋取在西藏的这个好处而去改变西藏政策的。如果有任何幻想的话，那对他们有任何幻想，那就完全就错了，我觉得就是说白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靠西藏的公民社会，壮大和成熟，和中国的那个汉人的公民社会的壮大成熟，和两边的互相团结，共同反抗暴政和推翻暴政，然后国际社会的有效支持，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经过为期3天的讨论后，第2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大会圆满结束。此次会议的协办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在大会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向与会的各国援藏团体代表致谢，并呼吁大家返回各自国家后加深同藏人的互动，壮大西藏运动。借此的机会，我想用中文说几句话。很高兴所有的华人代表能参加本次会。西藏目前紧张的局势关系到中国政府所实施的错误政策。75位藏人为了向中国政府和民众表达西藏境内的困难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诸如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所希望的，像在座各位具有独立思考和爱好正义的华人朋友们，希望你们把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转达给广大的华人兄弟姐妹。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将共同治愈汉人和藏人。谢谢。